下朋友太悠啦。虽然也空都披上，爱袂惊，爱永无出千行，爱永无出千行，你我只能去参人，可远远行。爱永无出千行，像你永无出千行。台基台里影副眼长体好弹嘅歌曲，使到你份眼你基本嘅裏邊。哦，家朋友來，拜年。老公哥好，伊莉姐姐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启智 K。好，來黃大哥。小鐘哥好，伊莉好，太子家好，我係王建賢，新年快樂。哦，馮太哥真係音樂人家，吉他彈得懂哦，超噶，懂有名嘅那個欣賞。係啊，你說他吉他彈得很好，其實咧，我啲你解放太哥跳牌啊，佢唔係從客家歌曲嘅，佢從 Blue Jazz。哦，咁奇怪呢，佢哋下佢是從客家歌曲，還是有咁奇怪？因為突然想去衝客家歌曲，我早期都英文歌啦，唱拍譜啦，一點啦，上到講。因客家吼，真少到一種歌，結合款的一貨法，始到講以後，真嘅，那馬上創新啊！係啊，跟住衝看看做得嘛？一小段做得啦，我都帶來咧條我劉飄子嘅個主題曲，都係我本人唱跟本人做嘅。哎呦，該首歌曲係唔唱嘅哦，係上了馬莎下嘅歌曲，水準啱歌咧，啱好聽嘅，係啊，唔敢呀，真嘅，誒，我睇過衝看看呢啊，副歌係，成功嘅夢，馬是就慢慢打拼，老人嘅飯，任天做嘢之家。都是吃虧，唔好嫌棄，爸。哦，
真嘅有間咪頭吼，係啊，有個 Bruges 下個大步槍嘅咪頭啊，慵懶的感覺。錯，兩個會變出什麼音樂上面火花，都好奇超。鐵板合作，鐵板合作，還有唱嘅寫一位泰國嘅歌曲。錯，唱到。容夢上向前行啊，有聽歌曲嘛？冇錯。嘿，咁過嚟今日東方戲記到呢度 Andy 嘅節目咧，Andy 節目紅頭2點鐘嘅節目也是國劇嘅。看到哦，東方戲嘅時間我咧意猶未盡。係啊，咁過嚟冇想過啦，今年初時咧做呢首所有嘅觀眾朋友叫我哋圖過去嘅東方戲嘅事情。真嘅嗬，最尾大家唱下嚟合唱好嘛？係，唱乜嘅歌曲咧？你歌曲原來講下好。最尾咧，為咗請所有嘅裏邊啦，所有嘅演員啦，啲唱下女唱一首歌曲，按到客家世界。